好啦，乡亲啊，继续来看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铁，今仔日交保后的第一天，到台北地方法院来出庭，规个人看起来真轻松。郭文铁昨交保后发表谈话，是质疑着检察官这一年来到底查着啥物？台北地检署是再度提出着起诉书来反击，而且强调讲会赶紧提出控告。 我的车在哪里？交保出来得到自由，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表情轻松。这个甲交保院开庭，总算免个坐小车，会当坐厝里的车。 在今交保了后，头一天的指导，郭文铁是赶紧去楼顶。伫开庭之前，各家律师有讲有笑。今仔日是都委会委员齐国成向团去问话，伊把互律师团认为是郭文铁的优胜证人。为这名律师团，敢若是为着要展现都委会独立性，就问齐国成当时敢是感觉金华城甲松营园区大巨蛋捷运站会当连做一条线，展现出都市设计。 齐国成当场就解释讲，当时伊是问，敢真正会当展现出来？审判长提醒，伫观众内底这是一个问题，律师袂使用肯定的开口讲问。坐轮椅来到法院，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也亲身到庭，另外前督法局长黄景波、前副市长裴建生律师也隆重到庭。就像主席昨天所说的，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投降。 奋战到底。郭文铁交保了后，一个检方，这一当来到底是查到啥？拍开起诉书，当时北检组长在硬碟内底找到工作破坏档案，详细记录数字、名字，参像是小心1500，认为这就是收钱的证据。 另外，包括郭文铁亲笔的字条啊等等，拢被认为是推动经发生案的关键。北检也发布新闻稿，将会赶紧提出控告。用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无助于厘清事实。我们也期盼民众党能够勇敢地面对司法，相信司法。郭文铁进前，其爱控告证，甲检方的战绩是0比7。这个交保，敢美国红关这边检辩双方随人出招。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